若讲到台湾空气的污染是愈来愈恶化，像去年徛伫台湾尾的潮州，一年365天到222天天气无好，屏东有207天，这个高雄的林恒嘛有219天。今年这个1月有31天嘛，这个高雄、屏东的空气品质的指标都有6天来倒红灯，10天是感觉式的提醒，其他的15天嘛是倒黄灯。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特别选伫今仔日情人节，伫这个街路边来演一场捍卫地球的行动剧，嘛来号召着大家4月初4加入着高雄反空污的大游行，来捍卫大家呼吸权。在死亡就降临。为了让大家拢知影空气污染的严重性，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特别选伫咧情人节这天，打扮做小丑啊和英勇的战士，拜托大家做伙来重视空气污染的问题。高雄过10年内底是属全台湾上歹的空气。2020年，伊是 PM2.5的空污王，伊是 PM10的空污王，伊嘛是臭氧的空污王。来看统计数字，今年1月高雄、屏东地区的指标都6天红灯、10天柑仔灯、15天拢是黄灯。另外，台湾尾潮州、屏东站去年1年的臭氧分别关灭222天和207天，高雄林园站嘛有219天。这些数字拢看得出南台湾的空气，逐天拢真歹。对我们南部的小朋友和家长来说，最好的儿童节大礼就是给我们健康呼吸的空气品质。招民众伫咧4月初4行伫咧街仔路，就会来叫政府来重视空气污染的问题。